來看新莊總是發生工地的用價放棄的意外，有一個本國籍的工人是對17樓懸摔落去，骹骨摔斷去，送病院搶救了後，生命是恢復穩定。也毋過另外一個佇咧地面的越南籍移工是互落落來物件跌着，不幸救無回來。新北公務處表示講，現場的安全防護做了無好勢，涉嫌違反建築法等等的規定，下令得要停工，而且先甲因罰9萬塊。吊車架也甲規土化用件一個吊起來。這個佇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附近的工地，14早起8點外發生用件倒來意外，有一個工人自17層樓懸摔來，另外一個地面的工人被跌掉。8點半跟8點15分中間，我看到救護車、消防車的聲音就出來。那一刻我剛好一打開，站了一下子，我就看到活生生掉下，我的親人哎呦，才能會不會被壓到？附近的徛家講，前幾天就看到物件落來，無想到講過幾天就發生傷亡意外。這件竟然是公辦多建案互相建設興建，是地上27層總共33層的鋼骨大樓。結果體已經好啊，正在咧拆用架啊。因為最近天氣無好，工人早起抑個佇咧評估講，敢適合繼續拆用架啊，無想到講就發生意外。有一位本國籍的勞工是送亞東醫院，然後另外一位呢是已經到院前死亡。那目前呢，工地也是全面停工的狀態。最懸的所在摔來是咱國的工人，主要是骹骨斷去加身軀真儕所在挫傷，送病了後生命現象穩定，留在病院觀察。因若佇咧地面互用件跌着，送病了後救袂大的是一位越南籍的失聯移工。公務局講現場無做好安全防護，涉嫌違反建築法等規定，依法下令停工，並且罰9萬。土木技師佇現場勘查，講用架頂頭有囤物件。多出來的重量對鷹架本身是一個加載的荷重的影響。那這個拆除的過程是不是有一些問題啊？我們確定是必須要再進一步去深入去了解、去鑑定、去探討。土木技師講，用件倒來原因也該進一步調查。因為業者因為涉嫌請失聯移工違反就業服務法，將會移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進行查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